哎呀。好，女人也是如此，她们聘亲，说聘礼啊，结婚迎亲时杀了无数的羊，从此以后，每次回娘家时也要杀一个众生，甚至亲友们骗请他的时候，如果给其他食物，这好像一点都不合狡诈女人的心意，并且好像不知道张苦动山使用，张苦动腮，张苦动腮一样。如果宰杀一只背样胸部的什么肠子，当放在他的面前，这红面罗刹女并以铁匠做事，取出小刀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第二天，被上血淋淋的全身肉、牛羊肉像猎人返回家一样的，每次回家都不是空手而归，真比猎人还厉害。孩童们是同样，孩童们也是同样。那这边讲的就是相当就是要嫁出去的女儿回家的时候，或者是她要嫁出去的过程当中，相当结婚的过程当中，都是做一些这样，那这些可能都是牧区的生活吧，过去的。那但现在也是同样的，现在就是相当我们这个。虽然宝珠仁波切所讲的就是藏区牧区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相当就是在现代的这个城市里面，也同样的可以，因为这些方面可以形容，相当就是在一次的结婚有需要，杀生杀多少，然后再后来呢，就是相当就是他又回来，如果是这些都是算是感情比较好的嫁出去，但是回来的时候跟父母关系，怎么说，感情比较好的，关系也比较好的，那就是亲客，这讲的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的吧，应该亲客的时候也会杀多少的那个众生这些，那当然也是那个时候宝珠仁波切所看到的只是一只羊而已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在根据众生来算的话，那就是在城市里面的，一个餐桌上面，一次的这个餐会聚会的话，会有多少的生命？虾也好，鱼也好，螃蟹也好，那还有蛤蜊也好，什么等等这些全部算的话，那肯定是一次的餐会上都是很多很多的众生嘛，这些都我们可以知道。然后那小孩就是这样，就小孩如果是在小孩玩耍的过程当中，也是一样的会造很多的业。在游戏玩耍的时候，看见没看见时所杀的生命也是不计其数，甚至在夏季手拿牛鞭或皮鞭等触打大地时，所杀的喊声也是无数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唯以造杀生的各种方便来度日，犹如罗刹一样惨无人道。人们使用一生以用牛奶以大恩养育我们的母鱼，如同父母亲一样，但是我们却宰杀它们，享用血肉。如果想到这些，人甚至罗刹还残忍，这样杀生的恶业，如具足这种恶业的本质是不是？对。
好，则什么？则将完整感受杀生的果报。例如，就猎人猎杀野兽而言，首先他亲眼见到了一个獐子或鹿子等野兽时，他认准了这是某某野兽，称为了这对敬畏众生的一之分，然后对此野猪生起想杀的动机，成为生起欲杀之意乐第二之分。之后，猎人用火箭、枪等几种其要害，称为加行，采取行动第三之分。紧接着断绝了那个野兽的命根，使他身心的聚合瓦解，成为自己断绝命根第四之分。就在杀主人拥有的一只羊而言，首先主人告诉仆人或屠夫，要宰杀一只羊时，了知所杀的众生是羊，以具第一指。他们想到要杀某某绵羊之时，成为生起欲杀之意了，以具第二指。那个屠宰者拿着一根绳索前去做主什么将要杀的羊，将其掀翻在地，用皮绳捆绑它的前后蹄，并用细绳立住它的嘴唇等，用绳子将牲畜的口周围嘴唇等，然后呢？称为什么？采取杀生行动第三之分，对吧？这时那个众生感受气息分解的强烈痛苦，呼吸中断，瞠目之视，眼泪汪汪，尸体被拽到室内时，称为就近断绝命根，以具第四指。紧接着主人用刀子削破皮时，肌肉还在颤动，说明当时能片之风尚未完全消尽，所以和活的一样。这时主人又立即将鲜肉放在火里烤，或灶炉上煎煮，然后进行使用。如果想到这一点，使用活生生的众生的那些人，简直与猛兽无有差别。有些人身体杀害某一众生的想法，或者口中也言说此类话语，虽然杀生没有成功，但是已经具足了知对尽众生和生起什么杀？欲杀欲乐的两种罪业之分支。虽无圆满正心那样的最重，但如同尽众显现影像一样的罪业，已污染了自相续。而且还有人认为，除非是自己亲手杀生，而什么说是他人杀生之人没有罪业，或者认为虽有罪业也是微不足道的。事实上，哪怕是随喜杀生的那些人也有同样的罪业，何况是说使他人杀生的人呢？
杀生的人，人呢？哎呀，也就是说，应当知道参与杀生的每一个人都将得到杀害一个众生的全部罪业，而不是杀生这一罪业有许多人各分一份。所以只要是有参与到的话，都会同样的得到这个罪业。自本作灵着康着